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3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责备以色列遐个照家己的意思讲有言的先知，甲因讲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愚妄的先知惨啊！因无看见什么异象，干那照家己的意思编造有言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的先知甲住伫荒废的所在的狐狸相款，城墙会破徛，因无去补，无修建。直到伫上主的日，拄着战争的时，以色列无法度徛在。因的异象是假的，因的预言是白贼。因讲这是上主讲的，其实我上主无差派因，因竟然得期待遐个话实现。我甲因讲，恁看见的异象，敢毋是假的？恁讲的预言，敢毋是白贼？恁竟然讲这是上主讲的，其实我无甲恁讲什么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恁的预言是虚假，恁的异象是幻想，我要甲恁作对。我要伸手攻击遐个编造虚假的异象，甲讲白贼的预言的先知。因袂用得参加我子民的聚会，袂用得登记伫以色列家的名册，嘛袂用得转去以色列地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因甲我的子民带迷路，伫无平安的时讲平安，亲像去抢壁的时，因甲壁抹白花。你着甲遐个抹白花的人讲，话有狂风暴雨甲大冰雹，甲城拍倒。城倒坏了后，人要问：恁安尼抹有啥路用？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发大受气，用狂风暴雨甲大冰雹拍倒即个城。我要拆毁恁抹白花的城，拆甲平，露出地基，城要倒坏，恁要死伫城内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对墙甲墙抹白花的人发大受气。我要甲因讲，墙甲抹白花的人拢乌有去啦！遐个伫无平安的时，甲耶路撒冷保证平安的先知，拢无去啦！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人子，你着当面责备遐个照家己的意思讲有言的查某人，甲因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遮个查某人惨啊！恁甲人的手骨拔愈仔大，互因带辟邪的头巾，想要控制人的性命。兼讲恁想要控制我子民的生死，来求家己的利益。恁为着几杯大马、几块饼，伫我子民的面前亵渎我。无应该死的，恁甲因杀死；该死的，恁留因的性命。恁向遐个无爱听真实话的子民讲白贼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知，我痛恨恁用来操纵人性命的愈仔大。我要把恁手骨顶面的愈仔大解救互恁控制的人，
偷放遐个亲像鸟仔，互人掠去的人。我要拆离恁辟邪的头君，解救我的子民，互因无阁受恁控制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毋捌互义人伤心，毋过恁讲白贼，互因的心艰苦；恁鼓励邪恶的人，无互因悔改离开歹路，来保全因的性命。所以，恁袂阁看虚假的异象，袂阁讲白贼的预言。我要解救我的子民，脱离恁的手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